这条航线每周的礼拜2、礼拜5的早上8点、下午2点，分别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马公互相的这个开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节跟台南的将军侯等节日互相开航。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交通船可以促进两地的这个观光的发展。这条安平马公航线，其实在历史上是很早有渊源的。台南的热兰遮城其实就是从澎湖的丰贵尾城堡搬过来的所以很早这条航线其实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再连接这双方的乡亲跟朋友，让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义的话，这个路程就是一个问题，时间上比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东的话，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话，会更好的一种选择啦。机票很难订都订不到的时候，那这个样子的话，确实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年暑假是台南迈向海洋观光城市的重要的时间点。安平马公航线结合了国际旅客推荐台湾必游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岛旅游地澎湖，串联了2个城市之间，展开了国际跳岛旅游的观光优势。台南还有从将军渔港出发前往澎湖南方4岛以及锁港的航班，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观光路线。海上航线的开启，那不仅是我们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观光的旅游模式。那未来大家可以先来台南漫游景点，品尝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离岛的风情。这个不仅是台南的人文风情，还能够轻松享受到离岛的美景，一次满足城市跟海洋的双重体验。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导游的安全问题持续扩大，引起全民的恐慌。台南市议会伫定期大会开议的头一天，就调整技术日程，降低卫生局检验的量能、客栈的现况以及后续的把关，要求市长黄伟哲一定要出席30号的致癌油食安专栏报告。甲市民徛做伙。台南市会国民党团日前到处针对致癌毒油的食安事件召开记者会，除了要求市府甲中央彻底清查问题油品流向，避免民众恐慌。29号议会开议头一天，嘛确定伫30号安排相关局处进行规工的专案报告，听出查客、客栈以及后续的追踪把关。及市长感觉历史意外成为公防的焦点。我是感觉市长要来呢。我讲什么原因呢？咱台南市大概电视报纸看出来，咱拢无抓到什么食品安全的问题。苏丹的话，共款，人拢无，甚至咱这届毒油，咱卫生局根本无迄个检查能力。这尔重要的代志，你无要来哦？政府逼咱食毒油。佮甲咱讲，讲我无逼你吃，我无叫你吃，你免来听，你免来解说，你免来了解哦。你完全对这个拢袂感觉没有一点感觉吗？明仔载食安报告内面，你是上介重要的呢。副市长开啦，叫别人开啦，是，但是他完全没有关心，所以他明天必须要来听。你去调，你现在如果要说谎，我明天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没有。规工大家讨论，你叫副市长来认识了解，到这件代志拢讲了，其实你来听到遮侪声音嘛是好的啦。看你什么时间会当入来，你讲一下。就是明仔载咧买的是一定可能是1点外开始嘛。嘿。我2点以前入来好。2点以前入来，好。在下午我们要做总结论的时候，请市长进来列席，这样好不好？
面对油品低价的重大食品安全危机，尤其是牵涉学生营养午餐的健康风险，让护议员相当烦恼。强调食品安全绝对无妥协的空间，所有资讯一定要公开透明。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知名的台安连锁药局因为经营不善，今年3、4月无预警解雇88名员工，而且佫积欠几啊个月薪水甲自遣费。伫个议会开议第一天，多位受害药师甲基层的员工，都有议员林美燕陪同，向市长黄伟提陈情，表示资方进前向伊承诺的调解结果，已经全部拢跳票，互因求偿无门。对此，劳工局长回应，已经积极介入保障劳工的债权，同时会全力协助受影响的劳工申请工资赔偿。这群伫台安药局服务的药师、店长甲基层员工来到议会，尤其欠钱还钱的布条。虽然大家拢挂嘴安，毋过却透露不安甲无奈。因安怎嘛想无辛苦工作，换来是公司恶意拖欠薪水，有的甚至停业以后，阁爱员工大店数十万的营业税，互因求偿无门，来到议会陈情。我们被转移，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一直到公司不付薪水了，然后协商也过了，然后但是他钱也不付，那我们就送到法院强制执行。就强制执行，公司现在他的账户里面没有钱，所以我们1块钱也都扣不到，然后等于说我们求助无门。那他的台南的门市到记得是从月中到现在已经停止营业，大概10几天，接近半个月了，所以客人有寄放的东西也都拿不到。那除了劳工，我们没有办法拿到薪资，4月、5月到现在，支出都一定要付出来。那如果你每个月都积欠薪资，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对，那这也不是只为我自己啊，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人，然后家里的长辈也要养啊，然后家里的小孩要养，所以可以没有办法就是让你这样子对我们做出这些行为。那其实我们也好言相劝，但是遇到这样的雇主，我们真的也没办法。对，求助无门的状况之下，只能这样。为了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议员林美燕除了陪同因来到议会旁听，嘛亲自递交陈情书给市长黄伟贴，希望政府协助因争取应该有的保障。我没有看到这群劳工哦，真的是平常就非常认真的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工作。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份薪水而已，这份薪水就是能够养家糊口这个样子。但是，台阳药局的资方这边，他长期的积欠，而且一再的拖延，一再的欺骗，让这些员工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今天就带着他们跟市长来做澄清。然后这样的一个。这样调解成立之后，我们开始都已经在陆续在进行相关电厂的前置作业的部分，所以我们已经能够建构这个机制啊，希望我认为我们劳资争议的伙伴赶快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厂机制的启动的部分，因为我加进来，我们要跟资方做相关债权的这样的一个确认啊，才能够行我们中央这样的一个电厂的机制，大家能够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电厂的把它积欠的这样的薪水及资遣费的部分，我们可以用我们劳保局里面的电厂机制来给劳工取得他原有的权益的部分。这件风波不止员工受害，连上游厂商收无汇款，有先缴钱寄回消费者嘛提无。市府强调，一定会强制进行法律程序，绝对袂互无辜的市民甲基层劳工成为资方恶意关门的牺牲品。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日本熊本7月28號發生規模7.1的強烈地震。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伊伫第一時間已經向熊本縣以及羽城地域等有意區表達關心。市長嘛強調，台南的消防特殊隊已經做好國際救援的準備，台面隨時支援。
面对日本熊本发生规模7.1强烈地震，台南市上桥这个月如何轮接国际人道救援任务，所以已经完成特殊队人员甲救援装备。市长阮天嘛表示，随时依照中央的指示，配合各县市共同投入跨国救援，用实际行动回报双方当年合作友谊。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当年在0206的地震的时候，很多日本人也都踊跃捐书。之前2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那另外呢，我们对于友谊城市的关心慰问已经送达。那但是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帮助，包括可能物资或者是这个援助，可能我们要看我们民众这个的支持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很跟他们互动来往密切。那我们也希望熊本那边的灾情不要扩大，那民众生活尽速恢复正常。市长阮天29号伫议会开议期间指出，台南甲熊本长期以来维持密切交流，伫因发生地震以后，就第一时间向熊本友谊社区雨城等地友表达慰问，嘛祈求灾区民众平安，救援甲灾后重建的工作顺利进行，将灾害降到上低。台南新闻阮吉林英根采访报道。为了掌握地方选务第一线执行的状况，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游英良前来台南市选举委员会，甲地方的选务人员面对面交流，听取基层的意见。伊同时强调，选务工作必须秉持中立、公正的原则，确保民主选举顺利进行。距离11月28下以年底大选只剩4个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游英良到台南市选举委员会视察，关心第一线选务工作，并主持选务座谈会，听取地方选务执行经验甲建议。我们对这一次的年底的选举，抱持着这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心情，我到台南选委会这一次算是第15个地方选委会，平均算起来我上任到昨天正好满3个月，如果以工作日来讲，不到4.5个工作日就跑一个地方的这个县市选委会。座谈会开始进前，游英良特别前往拜会台南市长黄伟体，感谢市长以及市府团队长期以来对各项选务工作的支持甲协助，强调地方选务人员是落实民主制度的重要推手，中央将持续重视基层声音，透过访视甲座谈机制，互政策规划更大更实际需求。台南因为幅员非常的辽阔从山区到平原到都会区到海边，所以我们的幅员非常的辽阔。那每一区在过去的选务的工作，其实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准备工作已经都初步开始去执行。台南市选委会表示，选务工作目前已经积极执行，除了落实各项选务任务，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公开，也将全力配合中央，做好万全准备。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选会主委游英良率领团队访视台南市选委会，并且主持选务座谈会，针对公投北大选甲无在籍投票议题，由主委表示，立法院也未确定公投的数目，中选会也无收到相关的信息。因为大选甲公投是无法度脱钩的，只希望数目会当合理。至于无在籍的投票具有前瞻性的思维，需要考量台湾选举的特殊性。
民主爱靠选举，选举靠中选会甲在座大家咱所属的这委员会同仁。年底将进行9合1大选，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上任3个月，带领团队到各县市选委会视察，亲自了解基层选务执行状况，强化中央甲地方选务机关的合作。9合1选举真正规模有够大的，牵涉到11000人以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干那这个选区都有8906个选区。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相当复杂，加上立法院在野党去年修正公投法修法，地方选举甲公投依法将同步举行，无可能脱钩。基层选务人员就烦恼，除了将增加投票甲开票流程的作业时间，也将对第一线造成负担。公投案不要太多，不然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选务工作人员都会很担心，怕自己忙不过来，背负的责任又太大。我发现，其实立法院在野党团看起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看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示，要推5个6个公投案出来的机会，看起来好像在递减。也毋过最后安怎，即马也袂当确定。希望公投数码会当合理，也若各界讨论历总统以及立委选举无再次投票。游盈良表示，这个做法有争战性思维。也毋过台湾选举制度特殊，甲其他国家选举形态无同，目前对推动时机犹原保持保留态度。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有不少民众早顿介意食传统的小食，伫嘉义开店已经超过半世纪的碗粿甲米糕老店，如今随着第3代传人的脚步来到高雄开店，独特的嘉义口感甲风味，互真侪民众非常的娱乐。外带就蒸成一袋可以哦。好，11点15分哦。低调的街边小店，客人一个接着一个上门。今年才来高雄开店的传统小吃，实际背后大有来头。老板是嘉义老字号美食的第3代传人，好手艺在嘉义飘香半世纪，如今也来到高雄。朴实道地的古早味，吸引许多饕客闻香而来。这家蛮赞的，值得蛮推荐。这家我最近常有2个礼拜都常来啊。几乎每天都来，我都吃蛙粿，它的蛙粿好像就是吃起来比较 Q 这样，比较像南部人的口味啊。还有肉骨手生啊，吃起来浓浓的香味，还有肉骨的手生啊呢。我们其实是主打蛙粿，我跟当阿 B 哥，对，然后还有肉骨酥汤。蛙粿应该是介于台南跟客家人中间的那种口味，我们像白色的。就没有上颜色的蛙粿这样子。米哥就是上面肉燥有炒过，对，然后我们会淋上那个红色的甜酱，这是嘉义的特色，酱油跟那个甜酱都是自己要调整过，对。随着清脆的声响，米糕脱离模具，热腾腾的落在盘中，再淋上特制的酱油与甜酱，让酱香缓缓地渗入米粒之中，咸香中带着一丝甘甜滋味。不同于高雄常见的米糕风味，独具特色的嘉义吃法，也让不少饕客一试成主顾。大概3点多就要起来，早上要先用再来米，要用旧的米磨的米浆，那个比较 Q， 对，然后我们肉是用温体酥肉。就早上3点多起来就这样要蒸到6点要开始卖给客人这样子，每天都要现做，这样比较新鲜啊。一份米糕一碗蛙粿，看似平凡，却承载着3代人的坚持。从嘉义到高雄，不变的是对古早味的用心，也让高雄饕客有机会品尝到不同于在地风味的古早味小吃。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高雄左营翠华路甲台中2路口几排铁皮建物已经全部拆除，现场只剩一大片的空地。
防止侪人好奇未来将会如何规划。根据了解，高雄市政府未来将朝向主体甲绿地等方向开发，替地方发展预留更加侪空间。开车经过高雄左营翠华路，不少人都发现，原本整排铁皮建物已经全部拆除，眼前只剩下一大片空地，景象和过去截然不同，让不少民众好奇这块精华地段接下来究竟要作何使用，也成为了地方讨论话题。在周围的这个居民，其实多年来都一直曾经说，如果说没有做都市更新的话，那个区域看起来就是整个环境跟这个市容都会有影响到那边的发展哦。所以说今年我们也看到市府很积极的在做这个都市重划的这个计划。那未来它会成为第5种住宅区之外，还会有一些绿地的规划。如果说进入这个真正的都市都更之后呢，我相信这个地方未来的这个发展跟连接台积电都会有不错的一个前进。这块基地面积约为 1.18 公顷，过去土地使用分区包含铁路用地和绿地，随着铁路地下化完成后，土地使用规划也重新调整。不过部分公共设施保留地长期无法有效开发，高市府因此重新启动都市计划和市地重划作业，希望活化土地利用，提升整体发展效益。这个重划完成之后呢，预计可以提供大概是7500平方公尺的一个住宅区，好，并且会新辟大概是4300平方公尺的一个公共设施，好，包括绿地广场这个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改善环境的一个景观，增加居民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空间，来打造更舒适、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这里属于第116期市地重划区，临近左营高铁特区、国道及主要干道，交通便利，生活机能成熟，也让未来开发备受市场期待。其实像116期重划区这个位置啊，其实非常好，是因为它算是在一个国道10号的交流道附近。那其实在未来啊，这边如果新建案，其实也是一个交通的重镇啊，非常方便。那再加上说我们的莲池潭，未来只要就是116期开发的话，其实它面莲池潭也算是一个永久的动据。今年左营在高铁商圈、演唱会经济以及重大建设带动下，发展相当快速。随着市地重划持续推进，这片空地未来如何规划，又会为地方带来哪些新契机，都非常值得关注。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家人正滨渔港边啊，一栋将近80栋的老旧红砖啊厝，原本是农业部水产试验所的宿舍，市府改建为第1座家人青年梦工厂，正式开幕。这是集合了青年培力、创业支持、地方创新的重要平台，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可以闻闻看，这是我们正滨渔港的味道，对，叫做正滨之夏。专属基隆气味，让民众寻找适合自己的气味。深耕基隆的地方创生业者推出新的商品。其实基隆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小吃，有很漂亮的风景。那现在我们都在讲五感行销嘛，我就在想说，嗅觉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基隆的城市意象说得更完整，然后也可以走得更远，因为它可能带出国也更方便，更是超越语言。因为像基隆也是邮轮母港，有很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所以我们选香气。还在念书的基隆子弟，将生硬的书法字体变成生活艺术。一笔一画勾勒出创新的生机。一般书法感觉让大家会有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因为毕竟它可能就是会在美术馆啊，或是在一些展览上看到。但我将书法融入在一般生活上，让民众可以更加亲近。2、1，起动！基隆首座青年基地“青年梦工厂”正式启用，政府投入资源规划建制，透过中央和地方合作。将原有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宿舍改造成青年创业基地。启用典礼上，邀请中央、地方首长、议员们共同见证。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希望可以带来给基隆的青壮朋友、青年朋友更多发挥梦想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称呼它为基隆青年梦工厂。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新冰山的共创团队，大家跟我们一起打造未来的空间。我们也希望可以在各位议员的指导跟支持之下，让更多的青年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市长也花了很大的力量，
很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场地。相信所有的青年朋友都非常的期待跟高兴。那也希望透过这个空间当作是第一炮，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一起透过青年来共同活化的公有的闲置空间，在基隆市各个地方可以发现，然后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愿意留在基隆，甚至从双北他进来基隆一起活动，一起让基隆更好。水产渔业的没落跟水产地区的老化，所以我们希望借由年轻人以及青年梦工厂的活化，能够让水产地区再度的繁荣。谢国良市长可以说是一个最关注青年发展的一个市长，那也非常感谢中央各部会，我们一起来为基隆青年来做更多的努力，那也让我们这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个地方能够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活水。我希望说，我们基隆青年朋友们，大家把你们所想象的、所知道一些地方的特色以及你们心中的特色展现出来。青年梦工厂的成立，主要是整合各青年资源的重要平台，透过空间、服务和网络串联，协助青年从创意发想到实际行动，成为推动城市创新和转型的重要力量。很可以鼓励在地青年，因为在基隆做文创太不容易了。那我觉得它是一个老空间，可以承载新回忆的地方。那新回忆呢，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在地的青年来创造。那同时，青年可以把自己的需求跟希望，然后寄予在这个空间，然后跟这个地方的人们来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不同的回忆。这个空间呢，目前是常设展哈，我们会来进行co-working space， 就是共同讨论空间，还有多功能广场跟沟通等讨论的这个休闲的空间。那这个地方未来都可以提供我们青年创业或是青年事务相关的课程、活动或者是会议可以来进行。好，青年梦工厂启用之后，将展开为期3个月的试营运，希望打造兼具交流、创新及公共参与功能的青年发展平台。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爬快不去耶。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
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